再来看，这几冬常常拢有中国渔船违法进入咱国附近的海域。美国的战争研究所最近就指出讲，伫今年8月、9月的时候，有真侪只中国渔船进入咱国专属经济区，佮发出假的自动识别系统 AIS 的信号，假做是其他的渔船、中国海巡船，佮有假做是罗西亚的军舰。咱国学者是认为，这中国是为着要测试咱国的反应，嘛在进行临时作战。 这几年，中国的渔船接地侵了台湾的周边海域。美国军事战略研究组织战争研究所最近指出，伫今年8、9月，有几若只中国渔船伫台湾专属经济区内底发出伪造的自动识别系统 AIS 信号，假做是别只渔船、中国海巡船，也是罗西亚军舰。 混淆台湾的电子情报的这个判断，测试我们的反应能力。那第二个就是刻意的要这个制造这个认知作战，可能就有些民众会被误导，以为说俄国的军舰跑到台湾海峡。学者讲，中国的目的是要测试台湾的反应的能力，还有临时作战，像是中期常态化侵入台湾的 ADIZ。 就是要消磨台湾的资源，减弱咱的警觉性，试探咱的回应程序。广播讲，最高几日有查到10只中机、6只中舰继续伫台海周边活动。另外，前处室处长谢立新最近真罕见请军方出席波兰华沙安全论坛，讲台海会当互相学习、分享普适地带行动的经验。We've been dealing with China grazing operation over years. There's a tremendous how we counter disinformation that we can share, not just benefit for us, but also benefit for the European nation. 公安受邀请参加会议的国安会主委齐书俭表示讲，若是台湾有代志，欧洲嘛有代志。伊强调，唔是爱欧洲国家介入，是希望欧洲协助台湾建立自我防卫的能力，共做飞航供应链，做伙投资和平，协助战争的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